好，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广山区，这个原兴市边仔的道路越搁宽，意外将做机车族压车翘高链等地基的所在。日前有一个21岁少年家骑大型的重机车去遐飙车，5分钟内小连续3届超速压车过越。以往警方拢是当场来开红单，不时就有纠纷，所以这届警方先甲伊移送予检察官。检察官是提出着监视器的画面，当着这个少年的面来算角度互看，算出着伊的身躯甲涂骹面的角度无超过44度，这实在压了伤过咯，就是压车，用公共危险罪甲起诉。当机车生活搁电技术，一个超速搁真长手，安尼要报告，甚至搁有骑士翘高链，一台接一台来骗车，互辖区警察会当讲是逐工拢来临检。你的排气管怎么这么大声？好，开始对你们有被那个开过了。附近的居民也有游客和演员的声音吵甲无心情，这是高雄往原兴市甲寿山东奔乡的慢速路。平常时爬山也有运动的人真多，往回车辆也是袂少。警方逐工来遮巡逻开单，掩过骗车的人根本无得惊。无将警察放在眼内，就算是收着红单，也无得烦恼。互开单的警察是真无奈，附近的居民更加是互吵甲心肝飞倒。严格进前，一个姓郑的查甫人伫慢速路骗车，短短5分钟内，机车往回3摆，越过拢有超速。检方甲问话时，姓郑的查甫人拢讲家己无违规。严过检察官提出监视器画面，当场就指出，姓郑的查甫人当天越车时，身体也有地面角度分别是38度，也有44度。所以个检察官可以当靠画面来算出，指控这个姓郑的查甫人2秒钟就走43公尺。上来个时速大概是77公里，已经超过这个路段1点钟的限制40公里。有画面有数据，检方就依照公共危险罪将这个查甫人起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